天下武功出少林。谈及少林功夫，在中国这片厚重的土地上，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少林功夫是在嵩山少林寺这一特定佛教文化环境中产生形成的。从隋末唐初时期的发轫，到宋元明清的起落沉浮，历经1500余年的流转传承，少林功夫已然成为一个符号，代表着尚武精神的延续，却又超越了符号的简单定义，更是信仰、技艺、哲理、境界相互聚合而成的文化范式。少林崇奉禅宗，禅宗讲究顿悟，功夫是一种修行的法门。少林寺的僧人们希望通过练武找到觉悟佛法的途径，这使得少林功夫有着一种中国武术其他流派难以企及的禅武合一境界。拳脚飞舞间，是禅意在挥洒，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禅武不二法门。少林功夫的传习严格按照传统宗法门头制度为基础的师徒关系进行，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承，将佛学修行和功夫修习相互融合，同步并行。少林功夫按照禅宗法脉的传承方式进行，只有师父认可弟子禅修和功夫确实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并且经过了考核，才能获得传人的资格认可。少林功夫讲究形体规范、技法精进的同时，更多是追求精神传译和内外合一。所谓内，就是心、神、意的心智活动；所谓外，即手眼身部等形体活动。内与外，形与神，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整体，动静结合，阴阳平衡，刚柔相济，形神兼备。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古到今所追求的境界形态。在中国功夫风靡全球的今天，喜爱少林功夫可能会有无数个理由：历史悠久，体系完备，技术境界高。然而归纳起来，却又发现如此的相近。修行、健体、审美、认同，这种美好的感受，是一种譬如流水线般由表及里环环相扣的愉悦体验。在习练少林功夫这个充满发现的体验之旅中，每一刻的发现都令人怦然心动，身心内外的世界豁然琴瑟相和。